恶臭、荒废、登革热聚集的地方，还有一些卫生条件不好，还有一些游民都进驻在这个地方。那接下来这些里民对这一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他们非常有期待啊，因为这个地方是以前最热闹的地方。那有关于外扩卖店布商22间的部分，我们也来尽速的赶工哈。然后在外扩卖店这边，我们希望争取哈，能够让外扩卖店的布商能够在明年农历过年之前，能够开始回去外扩卖店营业哈。那至于国华街3排38户的部分哈，我们也会来尽量争取哈，摊商能够来权利最大化哈，然后尽量来原地安置。但是有一个前提原则，就是我们一定要保留我们这栋西市场的古迹之美。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位于台南市中西区浅草商圈的市定古迹西市场及附属建筑香蕉仓库，最早建立于明治时期，是当时南台湾最具规模的现代化市场，也是台南市区当时的娱乐及民生用品供应中心。台南市政府文资处历时3年半，耗资将近2亿元，将这里修复完成。让这座见证台南市100年来庶民日常生活的市场，能继续留在人们的视线中。未来台南市政府将持续进行街廓整体改建以及商圈活化，让更多人认识这座老台南记忆深刻的重要地标。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文化局长怎么说吧。那整个西市场可以说是很多老台人大家共同的记忆。那在日治时期是南台湾最大的一个市场。那从1905年第一代因为风灾倒了之后，那1912年第2代重新把它兴建，所以我们现在完成的这个风貌就是1912年当时所兴建的一个风貌。那整体性的修复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的艰辛，因为它位于市场，那要兼顾到所谓的市场这些摊商他们的所谓的生计，那又要兼顾到古迹修复，所以光修复的时程花了3年多的一个时间。不过这3年多来，我相信完成之后，大家应该会对整个西市场的这个历史风貌感到非常非常的一个惊艳。那目前我们经发局已经后续在做相关的再利用，还有关周边环境的一个整理。相信不久的将来，整个西市场对外来开放之后可以让大家见证到一个100年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古迹的市场。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永康区人口持续增加，目前20多万人已经是全市人口上多。不过区内却无全民运动馆，其他是运动中心。所以议员陈秋平伫总质询就要求市长签署伫永康设立全民运动馆。对此，市长也答应将会伫年内推动建立。中央推动全民运动馆的兴建只有30亿，全国各县市拢在争取这个大饼。最后，台南市政府协定安南、新营甲永康这3区作为提拔优先顺序，拢算是安全名单。不过，议员陈秋平以永康的人口持续增加、地理位置以及区域平衡等优势，不满教育局排定顺序的分析，甚至烦恼找出安全名单。所以会长要求市长签署承诺，一旦前瞻经费无法度支援，爱由市府省来兴建永康运动馆。你是说一不二的市长，所以呢，立马给我答应说如果真的中央没这条预算，你会用市预算来建制完成，行不行呢？对。所以我今天我带来一份承诺书了为培养市民运动的风气，还有提升市民运动的环境，并带动我们运动的产业发展。所以你会在台南市长的任内推动新建永康运动馆，特
承诺书，OK 吗？是，我会推动。这马特拉不拉，我们自己拉。因公区人口持续增加，以大家国小为例，学生数已经额满，特别是今年度就增加1年级3班、5年级1班，所以要求教育局改变因公区3处的文中用地，甲5处的文史用地，同时强烈要求市中苏科东桥东华区新式学校的可行性。台新闻顾文吉林根采访报道。白河水库当年汛土严重，加上今年欠水已经停止灌溉，对农民权益冲击真大。对此，议员刘美山伫总咨询就要求趁这个时机，赶紧爱水库管理单位加速清土，早一天恢复水库的可存量。今年面临连年来上严重的旱灾，白河水库目前嘛停止灌溉休耕，所以议员刘美山要求水利局利用这个时机，赶紧甲农田水利署协调，加速进行疏浚。因为根据了解，目前清土速度根本袂符汛土的速度，反而要到200年才清得完。我们年平均的淤积量是42.1万立方公尺，那我们每年的平均的清淤量，记住，清淤量是50万立方公尺。那我们把它相减之后，也就是说，我们每年现在所清淤的，多清了大概将近8万立方公尺。那你知道吗？照我们现在清淤速度，要197、98年将近200年了，才清得完。南水局这边大概已经有加速这个清淤的速度。那到今年为止，到今年的它的这个水库清淤量已经达到100万立方左右，在持续的还在增加它的水库清淤量。当然，刚才议员也特别提到了，目前的淤积量大概达到1500万立方，大概1500万立方。所以他们原本预估是要到118年了，那这边我们当然在会中有特别要求，就是说拜托他们去加速这个整个清淤的作业方式，包含的一些机具趁现在的一些的那个干旱的一些期间那现在因为非公灌溉期间，所以说水库应该还有其他的一个余的空间来加速这些清理。根据了解，白河水库兴建较大已经超过半世纪，因为汛土严重，水库变土库，抽水功能差不多已经完全无。所以，议员刘美山总咨询再次要求市府向中央争取改变，来带动关南岭风景区的发展。这整个一个脉络下来，其实在山上滥垦滥伐这种事情我们林务局也在处理嘛那可是问题也是因为淤积的关系到了水库嘛，所以才50年就没办法使用了嘛。一个水库要建不是那么容易耶。我还不好意思讲，那时候是强征民地耶。所以刚刚议员报告就说，如果说这些区域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些限制，然后我们去做那个水土保持的一些富裕，避免泥沙的流入的话，我想那这水库的淤积量会更大了水利局进一步表示，农委会伫89年就公告白河水库特定水土保持区，限制关南岭发展。不过目前水利署已经完成核定长期管理计划，会当执行水质监控加防洪的工作，同时提报通盘检讨，将部分或者是全部无需要保护的划出题。台南新闻顾文吉林根采访报道。但是沙巴鱼等市府的增加鱼产的产销通路，已经规划伫玉井甲将军设立水产物流中心。对此，议员蔡素秋金上午伫总咨询的关心相关的工程进度，同时要求员工以后营运一定要保障农渔民的权益。为了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但市政府将伫将军兴建智慧水产加工甲物流中心。对此，议员蔡素秋金就来向农局了解目前工程预计111年底完工的进度。更关心的是，后续一旦完工，如何执行甲营运？议员强调，就是要调节产销平衡，而向民间企业招商以后，一定要制定收购绩效，保障农渔民的权益来拼外销。你知影咱的农特产品？伊就是伊季节的时阵，伊产量拢是超过拢同款生产的物件嘛，所以它有过剩嘛。因为它过剩的
造成也产量公司也价格的崩盘嘛，价格崩盘也产业也这个就会失衡嘛，啊，伊就要滞销了，伊这个产销失衡的时阵。你刚好想讲未来这气候呢，你要有那个执行的那个措施，应验措施。跟议员报告未来他在屠宰在分切过程拢会交这国际来接轨来符合国际标准。所以咱未来当外销，而且咱嘛有冷冻库、冷冻库，咱会当做一个调节。嘛有预留这农场的空间加一寡空间来做调节。所以未来咱会当把这个咱台南遮的渔产品调节好，伊的价钱会当真稳定。会中议员嘛关心陈坤新善行养蚕管进台规划进度，希望当加速活化再利用。对此，关公陆局长表示，目前已经取得文化局确认范围的物件，同时修正相关土地拨用的计划当中，后续将搁再提报国产署来申办土地拨用。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今年全台湾比赛正在热烈进行当中，但随着疫情紧张，教育部以选手健康优先作为考量，13号下晡正式宣布，也未开赛部分延到9月举办。由于近来新冠肺炎疫情升温，在国内出现未少确诊的案例，为了全大运选手健康考量，体育署、大专体总以及成功大学经过协调了后，决定将全大运也未开赛项目延期举办。主办单位成功大学13日下晡特别召开记者会，向社会大众宣布这项消息。体育署在跟大专体总，在4点的时候也发布新闻稿，这个同意我们将这9个项目这个展期来举办，也因为展期来举办之后，其实展期举办我们也希望在这个举办的时候，不要让它默默的举办，所以我们预定明天要举行的开幕典礼，还有选手之夜，我们也全数把它展期，跟随着这9个项目，那在未来要在举行的前一天，我们办理开幕的一个典礼，让整个赛事，那在9个项目完成之后，我们还是会有闭幕典礼，所以这样子的话，让整个赛事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圆满的一个结局。110全大运也未进行的比赛，包含田径、韵律体操、竞技体操、空手道、网球、柔道、木球、脚力、亚当等等，这8个项目9项赛事，决定将延期到9月举办。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随着疫情紧张，各企业为了因应室内人数限制，实施分流管制，嘛陆续采取无同地点的办公，来降低人员的感染风险。对此，多位饭店业者将部分的房间改造成舒适办公的环境，来提供有需要实施异地上班的综合选择。近来疫情渐渐升悬，各政府机关、企业单位陆续开始启动异地办公。台南香吉里拉远东国际大饭店提供上班族一个无受疫情影响、设备俱全的办公场所。异地上班的一个政策出来哦，那我们饭店呢也因我们的商务客人的一个需要，那在饭店的客房这样子一个舒适的空间，那我们把它规划成一个房间可以容纳1至3个人的一个办公哦，那每个房间我们都可以配置，例如说。有矿泉水，那每个桌子的一个间距呢，在室内空间至少都有1.5公尺以上的一个安全距离。那进出饭店也会有饭店的保安人员会进行客人的实联制，然后也会量体温，然后每个进出也都会有一个清洁的一个动作，那确保我们的
进出的客人都是在安全的一个环境下，能够达到提着电脑只要轻松上工的一个环境。那这个方案呢，我们从现在已经开始推出了。那也陆续有接到一些企业的一个询问，那对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提供兴趣非常的高。办公室服务时间为早时8点到暗时6点。办公室除了拥有私人的专属空间以外，静坐期间，阁会当免费使用饭店提供健身房以及公共空间。饭店大型的规划，互来遮办公的民众有更较舒适的工作环境，伫工课休困时间，阁会当欣赏到5车饭店顶级的美丽风景。就是很棒，就是整个更升级，因为我们可以整个看到就是台南市的风景，然后又在5星级饭店里面工作，这样。对，所以就是那个感觉很不一样。因为现在疫情状况的比较不稳定哈，因为星级饭店的管制也比较严格一点，那出入口的体温量测，让我们在这边办公也比较安心。那相对的提供的各种服务，跟如果说异地办公的话，这边的一些比如说无线网络或者是其他设施也比较完整。饭店提供客房方案以及会议室方案，针对无同的房型，提供一日计费的服务。提前为疫情上歹的打算做上好的准备。台南新闻张硕维、刘品言采访报道。来台湾10档的田婉仪2-3档前，将大陆四川、贵州等所在美食引进台湾，离开店以来备受欢迎。目前将店面刷到城大附近以后，不但吸引不少工乡，大学生嘛拢真喜意的煮食，尤其是米线料理。这一碗一碗无同，有云南的过桥米线、贵州的羊肉粉、四川酸辣粉，加东北的土豆粉，来自中国各地无同口味的小吃，全部来自一位四川姑娘的手艺。因为10档外前过来台湾时，吃袂惯台南的口味，因此家己来煮料理。本身有9年料理经验的田婉仪，3档前伫文南路开设一间玉川香。一直到今年初，刷来成功大学附近的中英路以及站区。虽然该店目前搁伫咧试营运，不过过路的民众，不管是学生，或者是家乡的姊妹仔伴，拢慕名而来，主要想要品尝这在地米线风味。味道还蛮好的，很清香，对。然后它这个面条就是很顺口，对，就是和我们家乡的味道很相似。吃麻辣味啊，小孩也会吃，不过他们吃小辣而已。觉得口感如何？好吃，有我们家乡的味道啊。比如说这个粉在台湾平常我们是买不到的啊，比较 Q。不管是过桥米线、酸辣粉，或者是羊肉粉加土豆粉，强调的拢是当地麻辣鲜香的口味。台湾有很多卖米线的，可是它没有结合大陆的各地特色的美食。那我们店有做大陆各地的美食，云贵川、东北4省的。那云南它主要是过桥米线，过桥米线它主要着重的是我们的汤头，我们的汤头它是现鸡汤熬制的。那米线是采用云南当地的米粉去做的米线。那贵州它是我们的羊肉粉，贵州的羊肉粉非常有名。那羊肉粉也是高汤是用我们的羊大骨去熬制的，那里面有加我们特制的辛香料的料包进去，让它提香，味道变得更好。羊肉粉的粉也是用米粉做的。那再来的话，川的话是我们的酸辣粉，酸辣粉是采用我们的红薯粉，那它非常 Q 滑嫩。它主要着重于在我们的辣，那我们的辣是采用道地的四川的麻辣，从大陆空运过来的。强调无同的粉，有的是米做的，米线有分块甲油的。你这看起来亲像乌龙面大大圆圆，其实是东北的土豆粉。所谓土豆，就是台湾的马铃薯做的。另外嘛有融入台湾的海产口味的花甲米线，价位对79到149不等。你想要吃麻辣干锅，只有暗时才有各式的材料，由民众家己来选择，然后由头家下锅来干炒，看是要吃偌咸，拢是由民众家己来决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以下上有一款叫做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时常影响着大概5%到10%的妇女，时常以月经无顺才被发现。不过现在中医卖当介入做个别化的调理治疗。基美病院中医部医师黄千玉表示，现在社会因为压力大，加上女性的心思较幼，容易累积压力，造成肝气郁滞。加上饮食的无正常，爱食烧烤、炸物等，容易出现中医所讲的脾虚、湿热的体质。长期落来，可能会造成经期未顺、闭经或者是未生。因此，透过中医的辨证论治，不但用个治疗女性的多囊性卵巢症候群，而且慢个来做调理。中医一直都是在讲辨证论治的。所谓的辨证论治，就是说，虽然说一样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但是每一个人的病况是不相同的。那因为就这些年来，中医的研究发现，就是有可能是肾虚，也有可能是脾虚，然后痰湿，然后或是血瘀的部分，造成了这个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症状。那我们就会针对我们辨证出来的症状来用药物来做治疗。那就是说，如果以肾虚的部分的话，我们就像我们台面上的营养火或是菟丝子。那脾虚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会使用利水渗湿的茯苓药。那血瘀的部分的话，可能会补一些血，对之类的，像这样子的治疗方式。那针对于就是生活习惯的建议的话，就是说，因为其实有一些多囊性卵巢的妇女，她们会伴随着胰岛素阻抗的症状。那胰岛素阻抗这件事情呢，它其实胰岛素其实就是控制我们的一些能量的代谢。那代谢出了问题的话，就比较容易会有肥胖的问题。医师强调，部分的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病人有代谢的异常，因此伫个生活甲饮食嘛真重要，尽量避免烧烤甲甜的物件。平衡的饮食加适当的运动，嘛用个改善代谢的无正常。台南新闻英根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好天有时多云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未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5月14号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